大家好，我係梅森大師，翻到嚟怪獸8號嘅 game Day 4第4日，有啲不妙，劇情模式、主線、追憶、角色啊，全部都已經過關 clear 晒咯。任務完畢啊，點算啊？冇嘢玩啊？係唔係唔記得俾版權費啊？等一陣，停一停，諗一諗，千祈唔好課金住。背景主頁呢度咧變咗東雲小隊長，動漫睇嘅時候都唔覺得咁正。好啦，5星角色咧其實得個8隻，現時已經抽咗4隻啦，基本上佢出5星角色嘅機率咧比較高嘅隻遊戲。睇下今日會唔會有5星角色會入到背心大師嘅部隊咯？頭10抽冇嘢中，第20抽咧，明海專屬5星武器啊，可以繼續變咗個專業嘅武器大師。30抽有5星角色出未咧？未有仲係。哇！呢隻4星嘅補科咧出勁多次啦，應該可以升門。有啦，5星角色出現啦，究竟係新角色定係一隻重複嘅角色咧？哇！係你啦，4支公公，啲5星拳套為你準備好啦。雖然你喺動漫已經好努力對抗怪獸9號，可惜你都俾佢融為一體啊！放心，我喺隻 game 度會好好用你嘅，一定比你喺動漫嘅時候更加強勁啊！講翻隻 game 先，咁4支公公啦係一個防禦者，簡單啲嚟講咧佢係坦克啦。上一條片咧我都話缺少個坦克啦，就係佢啦。除咗佢絕技超級痛之外咧，佢個戰鬥技能仲可以幫全隊隊友上盾啦。佢有3把5星橙色嘅拳套啦。第一件事就係覺醒把專武啦，第二咧就將把專武升級，咁將我有限嘅資源咧全部擺晒落去啦，可以應該都係比較強勢、比較長用嘅角色嚟噶啦，升到60級啊可以。5星角色裏邊咧睇唔到邊一隻仲係坦克啦，可能係成隻 game唯一一隻5星嘅坦克，升滿佢啦，唔使諗啦呢個。歐咩資源你都可以掟落去。嚟到4支公公嘅角色嘅等級啦，照舊啦，同其他角色睇齊啦，升到60級，用防禦型藥水去提升等級上限嘅，唔夠可以商店買啦，或者去演習度打翻嚟。好，大致上就係咁樣啦，升到59級，爭少少啊，遲啲再搞。第4樣嘢咧就係提升角色嘅技能啦，至少每一個技能升到2級啊，普攻啊、戰鬥技能啊、必殺技、追擊、被動技能全部都升到2級啊，要2級需要嘅資源好少啊，2級以後先至多嘅啫。跟住一齊嚟望下4支公公嘅戰鬥時候嘅 gameplay 啦，呢個就係佢嘅戰鬥技能啦，會全隊上盾啊，全隊多咗164護盾數值啊。之後就係佢追擊畫面啦，有怪獸要喺後面做背景襯托佢追擊時候打嘅拳擊，之後就係普通技能一個拳擊打埋去啦，最後睇埋必殺技特效咯喎，望住個動畫都覺得熱血啊，有冇型先？呢個真係諗起佢打怪獸9號付出生命嘅時刻啊！轉咗個主畫面做你先，對你嘅致敬啊！第4日嘅感覺咧，我就有啲擔心啦，劇情模式已經打晒啦，仲有啲咩可以玩？然之後暫時未有競技場之類嘅 PVP 啦，好大鑊，而且冇乜動力去追個戰力，亦都冇乜動力去諗個陣容。而家剩翻少量激鬥區域嘅關卡啦，升一升啲角色等級咧，其實應該準備過到關添。5星嘅角色數量咧有奇少啦，坦克型嘅5星角色仲淨係得1隻添，然之後啲屬性咧有7個啦，太亂啦，根本就睇唔到邊個黑。仲玩到呢隻 game 嘅大家咧，仲睇緊片嘅大家咧，應該都係好中意呢個動漫嘅。咁我哋原諒佢啦，繼續支持佢，希望佢會快啲更新故事模式啦，出多啲新角色啦。暫時咧唯有可以出嘅咧都係新手攻略嚟，好似我其他遊戲拍一啲好深入嘅研究咧，暫時真係冇。呢隻 game 暫時都未有呢個素材。佢畫嗰啲戰技啊、絕技啊、普攻啊，都畫得好靚嘅真係。除咗我自己好中意呢個動漫啊，呢樣都係令我繼續玩落去嘅一個原因啦。第4日就完啦，唔知大家對呢隻遊戲有咩評價呢？下面留言話我知，等我同官方反映下啦。我自己就最希望咧可以出多啲 PVP 競技場嘅玩法啦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同 share 個 channel 啦。下次見，拜拜。